3月28號呢日，有消息指 Kelvin 已經獲釋，並且喺同日嘅下晝4點幾由東京搭飛機返香港。至於衛詩方面，到目前為止都未有任何嘅消息關於佢最新嘅情況係點啊！見到身穿恤衫、黑色外套、戴住眼鏡嘅 Kelvin 明顯瘦咗好多，但係尚算精神。喺現場啦，除咗有大批嘅保安維持秩序之外啦，亦都約有10名嘅便衣海關同埋警察喺現場守候。當 Kelvin 自己一個人步出抵港大堂，傳媒立即蜂擁而上。冇逼，冇出。快點解翻到嚟嘅？小心啲，你哋小心啲。一路行啦，一路行啦，一路行，一路褪，一路褪，小心撞到人。好，小心撞到人。一路褪，好，一路褪啦，一路褪後。一路褪啦，嗱，一路要行。之後 Kelvin 就喺保安同埋唱片公司人員嘅護駕之下設法離開。對於記者一切嘅提問 ，Kelvin 亦都一概唔作出回應。Kelvin 心情點啊？一路行啦，唔該，會鬆一口氣啊！有咩説話同你支持嘅朋友講啊？心情點啊 ？Kelvin 點行嘅？點行嘅？過多幾日會有記者。好啦，到時我先會一路行啦，一路行。我今日阿超解釋咗未㗎？一路褪，一路褪。或者幾時會翻嚟啊？點行咧？一路行。你一路行慢慢去。Kelvin 其實嗰啲毒品係邊個㗎？有報道話超大壞你喎。Kelvin嚟㗎，嗰度犀利㗎，Kelvin。有冇跟一路行啦？乜嘢㗎？假嘅。好啦。警方。好啦。撞到人啊！好，一路睇。但係啲毒品同係咪有關㗎？俾佢一路慢慢行啊！俾佢慢慢行啊！唔係你影相難影啊！好你哋啊！小心啊！唔好避啦！唔好整親啊！大家。喂，有乜阻力？要求你翻嚟結果先。好啦，一路褪啦！你一路褪。一路褪啦！唔該，一路褪。唔該。有記者會啊！你幾時會開記者會講啊？睇住，得。晚生你會向公司道歉啊？你過幾日會有記者會，自己會。好啦，有啦。唔該，有。睇住咪牌。一路行。Kelvin啊！藝人關楚耀同埋衛詩喺2月24號大約凌晨1點鐘喺日本東京涉谷嘅一間雜貨店內，因為涉嫌隨身攜帶大麻而被當地警方拘捕。當時關楚耀供稱大麻係由香港帶去，而衛詩則表示唔知道煙草內有大麻。事件曝光之後，一手提拔關楚耀嘅譚校長出席港台一個活動嘅時候就表示，對於契仔發生呢件事感到非常之愕然同埋唔開心。佢仲表示，如果事件屬實嘅話，會對對方感到失望，亦都強調希望契仔可以對事件作出承擔，同埋會知錯能改。而阿 Jill 嘅老闆黎明就表示，如果真有其事，唱片公司會嚴肅處理。唔該啊，嗱，唔好嗰啲，唔好啦嚇，唔該。喺2月28號，關楚耀嘅媽媽就去到東京聘請律師拯救 Kelvin。到咗3月5號，阿 Jill 嘅唱片公司亦都召開記者會。而阿 Jill 嘅爸爸更帶淚向公眾道歉。同日，關楚耀唱片公司高層亦都聲稱 Kelvin 嘅爸爸已經身在日本。事件發生至3月14號，就有消息指阿 Jill 喺扣留期間曾經接受3次驗尿。前2次證實喺佢嘅尿液樣本入面發現有大麻同埋其他東西，而第3次證實完全乾淨。不過大麻案件要延期審判，佢哋兩個至少要再拘留14至23日。唔該。到咗3月18號，身為 Kelvin 契哥嘅張敬軒發起社聯署求情信，委託律師向日本有關當局求情。至於去到3月24號，亦即係 Kelvin 生日嘅正日，有報章就同 Kelvin 嘅媽咪做咗個訪問。佢表示個仔要喺獄中度過26歲生日，感到非常之心酸。好啦，一路褪啦，嗱慢慢褪啦，唔係一個跌震嘅。慢慢你褪後啦，慢慢褪後。有傳媒為咗拍到 Kelvin，更不惜踩入禁區拍攝，令到現場非常之混亂。Kelvin 一行等人都未能夠衝出重圍離開，最後佢哋就折返返回禁區內，之後就未有再出現，相信已經由秘道離開。
好嗱，你嗰位撳開嘅，開條路，開條路出嚟。嗱，你哋讓開條路先，行出去，讓開條路先，讓開條路先。喂，咁你冇恐懼？你會同呢一條路線啊？行出去，一路行出去。以為影嘅都夠啦。唔好逼，一路行。一路行，一路行，一路行。小心啊！跟住。好啦，謝謝，讓開嚇，讓開，一路彈，一路彈。禁區嚟嘅對啊！好嘅，睇住，禁區嚟㗎，唔該，禁區嚟㗎，禁區唔好翻嚟㗎，唔叻翻嚟㗎，禁區，翻晒，你翻晒出去呢度，唔該出翻去禁區嚟啊！而喺同一時間 ，Kelvin 嘅爸爸亦都喺另一個閘口出現，而且仲接受咗傳媒嘅訪問啊！即係點解會突然間咁快放出嚟嘅？之前好似話會留多陣。咁而家 Kelvin 而家會唔會鬆一口氣啊？都其實就佢會自己交代嘅。係咯，會唔會做出嚟啊？可唔可以？講兩句啊！唔係我可唔可以即係可唔可以完結咗嘅案件？我哋一路係一路講好唔好？佢會過兩日有記者招待會先至交代。咁你係咪同佢同一班機翻啊？係。喂，唔該，我可唔可以？知唔知道阿招慧詩其實係咪都會同一齊翻咁樣？其實 Kelvin 今次咪認咗罪。我可唔可以到時交代咧 ？OK， 咁你會唔會出席個記者會啊？未知。咁媽咪咧？我而家行都行咗好慢啦。好啦，關生不如嚇。你有咩同仔仔講啊？你有冇説話同仔仔講啊？最緊要佢知道。